NBA 季前賽嘅比賽都正式展開，各支球隊喺休賽期嘅成果都會喺呢度展示出嚟。而新奧爾良鵜鶘兩場喺澳洲嘅比賽都成為咗當中嘅焦點，佢哋分別以107-97擊敗咗墨爾本聯隊，以及以127-92大勝墨爾本鳳凰。呢兩場勝利唔單止展示咗球隊嘅整體深度，球迷特別關注嘅兩位球員Zion Williamson仲有 Jordan Poole 都有出場比賽。Zion喺休賽期成功減重之後，可以打出啲咩表現都讓人十分關注。原本靠住無解嘅力量打出壓倒性衝擊力嘅佢，而家減咗重，仲可唔可以打出過往嘅統治力呢？而Jordan Poole作為球隊嘅新援，正處於適應新環境嘅階段。佢喺勇士時期嘅潛力，我哋都已經睇過；喺巫師嘅低潮，我哋亦已經見過。嚟到鵜鶘拍檔Zion，佢又可唔可以打出表現，回應外界嘅質疑呢？大家歡迎收睇莊子的籃球。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呢兩位球員嘅季前賽表現。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嚟睇下。我哋先嚟回顧一下第一場對墨爾本聯嘅比賽。呢場喺香港時間10月3號進行嘅比賽，鵜鶘開局就展現出非常之強勢。第一節比賽，Zion Williamson迅速進入狀態，佢頻利咁突破內線得分，單節就貢獻咗10分，同時仲送出咗4次嘅助攻，讓鵜鶘以35-24領先結束第一節。Zion嘅表現唔單止限於得分，佢嘅傳球視野仲有防守嘅積極性都顯得格外突出。整場比賽佢只係出戰咗大概15分鐘，就以8射5中嘅高效命中率得到咗15分，外加2個籃板、5次助攻，仲有2個偷波，正負值達到正10，係全場最高嘅，反映出佢喺場上對球隊嘅正面影響。相比之下，Jordan Poole作為正選控衛出戰大概20分鐘，貢獻到11分、4個籃板、4個助攻，但係佢3分就只有6射1中，整體投射就只有9射3中。仲有3次失誤，正負值都係-3。喺呢場首戰入邊，Jordan Poole嘅進攻手感都顯得有啲冰冷，尤其喺外線投射上都反映到出嚟。但佢都能夠通過突破製造犯規，仲有助攻隊友，讓鵜鶘喺上半場結束嘅時候就以62-51領先。下半場雖然主力球員Zion仲有 Jordan Poole 只係打咗有限嘅時間，但後備陣容穩住局面，最終以10分優勢取勝。轉到第二場對墨爾本鳳凰嘅比賽，鵜鶘嘅優勢更為明顯。佢哋第一節就打出咗35-21嘅開局，前9分鐘內以32-14領先18分，全場始終都係掌控住節奏，最終就以35分大勝。Zion Williamson再次成為焦點，雖然出戰時間同樣有限，大概只有15分鐘，但佢就交出咗8分、9個籃板、3個助攻、3個偷波，仲有2次封鎖嘅全能數據。喺呢場比賽入邊，Zion嘅籃板仲有防守貢獻都尤為突出。佢喺上半場就完成咗3次偷波，展現出減重之後嘅移動速度，仲有防守覆蓋面嘅提升。Jordan Poole就延續咗唔錯嘅助攻表現，得到咗15分同埋4個助攻。佢嘅得分比起第一場都有所增加。而Zion Williamson嘅減重變化都係呢兩場比賽入邊最引人注目嘅話題。根據 NBA 官網嘅數據，佢嘅註冊體重從上賽季嘅129公斤降到去120公斤，相當於減咗大概19.8磅。而呢個變化都並非只係數字上嘅調整，而係直接反映咗佢喺比賽上面嘅表現。喺第一場比賽入邊，Zion嘅移動明顯都變得更加輕盈。佢用自己嗰邊嘅籃底持球推進到前場，只係用大概6秒嘅時間就完成傳球之後嘅阿里屋。呢種爆發力同埋速度喺上賽季都唔常見。佢唔再只係嗰啲依靠蠻力衝撞內線，而係更多地利用傳球去激活隊友。就好似喺半場持球時選擇手遞手俾隊友射3分，或者喺突破到罰球線之後內傳內助攻俾隊友入樽。防守端佢嘅表現同樣進步明顯。喺一個回合入邊，佢從背打球員嘅盲眼位突然間夾擊，成功造成偷波。呢種協防嘅及時性同埋防守補位喺上賽季嘅佢身上都係比較少出現嘅。喺第二場比賽更加係繼續延續咗呢個趨勢。Zion嘅9個籃板仲有2次封鎖，都顯示出佢內線統治力嘅提升。佢嘅 first step 啟動得更快，爆發力更強。雖然力量可能略有下降，但係速度同埋敏捷性嘅提升都讓佢喺攻防兩端更具威脅。
總體嚟睇，呢兩場比賽，沙倫合計出戰咗大概30分鐘，貢獻23分、11個籃板、8次助攻。佢嘅投射效率高達63%，正負值都係正數，都證明咗減重讓佢從一個純粹嘅內線衝擊者轉變成為更全面嘅球員。唔單止能夠得分，仲能夠組織同埋防守。當然，沙倫嘅變化都需要放喺更大嘅背景下考量。佢嘅職業生涯一直被傷病困擾，過去6個賽季平均每年只係出戰35.7場，讓佢嘅健康都成為咗塘鵝上限嘅關鍵。佢嘅合約後2年都係非保障合同，需要滿足出戰至少41場嘅常規賽先至能夠啟動部分嘅保障薪金，同時仲有6次嘅體重檢查嘅要求。呢次嘅減重亦正係為咗應對呢啲嘅條款。佢賽後都表示希望能夠打得更耐，俾球迷帶嚟更多嘅表演。而從季前賽嚟睇，減重確實降低咗受傷嘅風險，佢身體更加輕盈，減少咗對膝頭同埋腳部嘅負荷。但係可唔可以持續到常規賽，就仲需要觀察一下。有啲分析都指出，沙倫嘅天賦都從不缺席，佢係聯盟前5嘅籃筐衝擊球員。上賽季即使被包夾最多，仍然能夠維持效率。如果健康嘅話，佢都能夠改變對手嘅防守陣型，為隊友創造空位嘅機會。但如果傷病復發，尤其係右腳嘅舊傷，佢嘅合約保障都將會大幅縮水。總之，減重之後嘅沙倫讓人有好多嘅幻想，佢就好似一部卸下咗裝甲嘅坦克一樣，速度上咗嚟，破壞力依舊強勁，但係耐用性都仍然係一個疑問。而相較於沙倫嘅亮眼表現，Jordan Poole喺新隊嘅狀況就更似係一個過渡期。Jordan Poole喺今年嘅6月25號通過交易從華盛頓巫師嚟到塘鵝。球隊送出咗 CJ McCollum、Kelly Olynyk， 仲有一個2輪，換嚟咗 Jordan Poole、Saddiq Bey， 仲有今年嘅第40號簽。呢筆交易喺 ESPN 嘅評級中都只係得 C 減，原因無非都係因為 Jordan Poole 喺防守端被視為漏洞，而且佢嘅合約去到2027年先到期，比起 CJ McCollum 嘅2026年都更加長，都讓人擔心佢打唔到出嚟就會成為球隊嘅負累。喺第一場比賽入邊 ，Jordan Poole 嘅表現都係中規中矩。佢作為正選控衛，試圖通過突破影響比賽，但係外線手感冰冷，6射就只有1中，讓佢嘅整體效率都唔高。佢生涯場均助攻3.8次，伴隨2.3次失誤，助攻失誤比唔理想。呢場比賽嘅3次失誤都反映出佢適應嘅問題，同新隊友都仍然需要時間去磨合一下。而第2場比賽入邊 ，Jordan Poole 嘅得分升到去15分，助攻維持4次，可見佢都開始揾到一啲節奏。但3分仍然未完全恢復。佢喺勇士時期擅長無球威脅，就好似康納威同埋無球跑位下嘅投射。但係喺上個賽季巫師作為主控之後，呢啲習慣都有所淡化，讓佢持球無球都可以嘅特點都消失埋。而家喺塘鵝，佢都需要從主攻手變翻做副攻手，重拾喺勇士時期嘅習慣先至可以。而Jordan Poole嘅挑戰都唔止於個人嘅狀態，球隊戰術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塘鵝嘅總教練 Willie Green 嘅體系都強調內外結合，Jordan Poole都需要重新揾翻無球掩護嘅習慣，可能都需要佢同內線球員配合多啲。但 Willie Green 嘅制定無球戰術嘅水平都不如前勇士嘅教練 Steve Kerr， 呢點或者都會係一個隱憂。從2場比賽嚟睇 ，Jordan Poole 嘅正負值喺第1場就係負數，但第2場都有所改善。隨住時間嘅推移，佢或者都能夠融入球隊，但係都真係需要俾啲時間佢去適應下。有啲評論都指出 ，Jordan Poole 從不手軟，佢可以主力得分，唔使兼顧太多嘅組織，同沙倫嘅內線衝擊吸引防守形成互補，或者佢哋都能夠起飛。但目前佢嘅防守腳步同埋橫移速度都仍然係比較緊，可能同增咗肌或者係身體仲未回復有關。季前賽佢都需要調整一下狀態。總體嚟講 ，Jordan Poole 嘅狀況都係正常嘅過渡，佢為球隊帶嚟咗年輕同埋出勤率嘅優勢，但仍然需要克服水土不服嘅問題。如果唔係防守嘅漏洞，仲有失誤，都可能會成為球隊嘅隱患。呢2場季前賽都暴露咗塘鵝嘅整體問題同埋潛力。除咗Zion Williamson，仲有 Jordan Poole， 球隊嘅陣容深度唔錯，就好似 Trey Murphy 喺第1場就攞到18分，Saddiq Bey喺第2場貢獻21分。如果Zion能夠維持減重狀態，球隊可以圍繞佢構建一個極致嘅5小陣容，就好似 DeJounte Murray、Jordan Poole、Herbert Jones、Murphy， 仲有 Zion。強調轉換進攻，但係防守仍然都係會係佢哋嘅弱環。總體嚟講，沙倫嘅減重讓佢從傷病陰影中走咗出嚟。
兩戰23分、11個籃板、8個助攻嘅數據，證明佢更加全面，速度、防守同埋組織都有所提升。但係健康仍然係關鍵，佢需要證明能夠打滿賽季，唔再受傷先至可以。而Jordan Poole頭兩場嘅11分同埋15分有助攻，但係手感唔穩定，佢都仍然需要適應新角色，克服防守仲有失誤嘅問題。不過呢啲季前賽對嘅球隊都係 NBL 嘅球隊，以後對上 NBA 球隊先至會係佢哋真正嘅考驗。唔知大家點睇呢？歡迎留言一齊討論，記得 like、訂閱支持，中意嘅 Super Fan 支持我得，我哋下次再見，拜拜。